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到圣殿来。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25节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以赛亚书64章第4节：神能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此时我们要用听我的祷告这首诗歌来预备心，进入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及敬拜。我们一起来唱听我的祷告。全能的上帝，愿你垂听我呼求，但愿你赐福于我，使我境界宽阔。有你话语教导我，有你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与才干，为你荣耀征战。愿你我同在，做我思维的盾牌，保护我免受试探，令我脱离灾害。愿你我同在，我在你面前敬拜，做你的神的器皿，心中充满主爱。全能的上帝，愿你垂听我呼求，但愿你赐福于我，使我境界宽阔。有你话语教导我，以你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与才干，为你荣耀征战。愿你我同在，做我思维的盾牌，保护我免受试探，令我脱离灾害。愿你我同在，我在你面前敬拜，做你的神的器皿，心中充满主爱。愿你与我同在，做我思维的盾牌，保护我免受试探，令我脱离灾害。愿你与我同在，我在你面前敬拜，做你的神的器皿，心中充满主爱。马太福音第6章第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因此我劝你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万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敬虔庄重的、平静安稳的过日子。这时我们要求各位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的国家及政府的官员的治理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祷告。让我们父神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台湾这块土地，在我们政府英明的领导之下，我们能突破种种的困难跟难关，让我们免受很多的挑战跟危险。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求你保守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保守我们人民免受种种的灾害。主啊，我们祈求你，我们祈求你。耶稣，你是台湾的盾牌，你是台湾的倚靠，也是台湾的帮助。耶稣，你爱台湾。对耶稣赏赐智慧才能，在我们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以及所有的政府官员，让他们心中有公义，有满有你的智慧，带领台湾走出疫情，也带领台湾在这国际多变的过程当中得享平安。所以说，我们特别为乌克兰受灾害的、受战争灾害残害的百姓和军队的军人来祷告。主耶稣，求你来保守怜悯，特别来求主耶稣来转向普丁，还有这些官员们他们的意向，也透过整个全世界来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赏赐和平平安在这国际当中。所以说，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这是我们为了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来祷告。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交给我们的神来做主。我们要常常与我们的神真实来祷告，来领受圣灵的帮助。我们必须要常常读神的话语，我们要与神交通，而且要行神交给我们的话来行事。而且我们要凡事接受神对我们的鉴察，少为自己来打算。我们应该顺从主对我们人生的安排。我们要凡事追求真理，渴慕神，爱神爱人，让神在我们所有世间的一切来掌权。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祈求你不断的保守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人生求主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领受神对我们的帮助，引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我们的一切都归于神的尊重。主啊，你是掌权世上万物的主，你也是疼爱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你不愿意看见我们任何一个人沉沦，此时要为着个人与你的关系来祷告，求你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以及不足，让我们拥有一颗温柔谦卑顺服的心来亲近你，常常渴慕读你的话语，思考你的话语，让每天的灵修当中所念到的、所读到的这些圣经节，所唱到的诗歌，能够来成为我们每日生活信仰当中的宝贵灵粮，如同主祷文当中所说的：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差派圣灵时刻的来提醒，凡事接受你的鉴察，顺从你的旨意来过日子，让我们有固定的读经、祷告、默想、灵修的生活，操练敬虔以及知足的心，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日日健康、日日更新，更加丰盛。我们同心在你面前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再来，我们为教会每个家庭与上帝的关系来祷告，恳求我们的阿爸父时常来管教提醒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要夫妻同心，夫妻爱孩子，领受神的心与智慧来教养我们的孩子跟孩子的关系。也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家庭成为美好的见证，来影响我们周围的同事、朋友、邻居。我们一起开口来同声祷告。让我们父神，祈求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每每受众多的灾难。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主啊，祈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得到主的帮助。主啊，祈求你赞美你，领受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全能的上帝，你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要将我们富强教会所有的家庭摆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是爱的源头，我们每一个家庭要从你那里来支取你爱的力量。主啊，我们在家庭当中，如果有不和谐的、有纷争的、有各样的问题的，我们都愿意带到主你的面前，阿们，解决一切问题的主。恳求主在当中来伸出援手，帮助每一个家庭来经历神你的信实跟慈爱。主啊，我们也愿你赐福每一个家庭，开阔每一个家庭的境界，在每一个层面上来开阔我们、扩张我们。主啊，也求你赐福每一个家庭的成员身心灵都平安，特别在认识你的这样子的恩典上，大大的加添给我们。主啊，赐福我们家庭，保守我们的家庭免于灾难。你成为我们四围的盾牌，也保护我们，让免于遭受试探。主，特别我们要为着每个家庭当中，在找寻工作，或是在待业当中，或是在面临学测等候神的这个功课的里面，求神特别纪念他们，使他们在找工作或是在等待学测的结果的孩子们，都能在主的预备当中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主啊，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愿你的能力与爱就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彰显。我们将同心感谢赞美，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愿你与我同在，愿你与我同在，做我侍卫的盾牌，保护我免遭试探，引我脱离灾害。愿你与我同在，我在你面前敬拜，做你得胜的器具，心中充满主爱。
我们为教会的肢体病痛或受疫情影响工作及经济收入的人来祷告。我们邀请你为你所认识的亲朋好友来提名祷告。我们中间有落难的肢体，可能他的经济受到了困难，他的事业正面临挑战，或者他的人际关系及他个人的心灵问题，或者是我们身体病痛，我们都来为他们祷告。也为着我们流失的肢体停止来教会，或者在教会有争分的朋友，祈求圣灵引导他们回到主你的圣殿。也为着受到疫情冲击工作跟事业极大挑战的朋友们，求主你赐下能力与智慧，让他度过困境跟经济的危机。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父神啊，主啊，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主啊，你让孩子帮助祝福在我们的里面，他们仰望你，主耶稣，你要经历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能够得到你的保守跟祝福跟不停遮盖。主啊，我们特别求你的医治看顾这些受到病痛的。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在患难当中你从我们帮助，在四围的盾牌来保守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当中。主啊，因为你无限的疼，无限的爱。给我们富强教会，我们成为一个大的家庭。我们深敬我们的伙伴，我们彼此同心合意祈求时，神你必聆听我们的所求所想。这时，为我们心灵软弱及身体病痛的兄弟姐妹来提名祷告，祈求你施下怜悯的圣手，医治他们的身上的病痛，救赎你的子民。主，你是好牧者，你曾说，失落的我要找回他，受感的我要来引导他回来，受伤的我要给他包扎治病。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恳求你听我们祷告的声音，也为着我们流失或者停止聚会的兄弟朋友们，恳求主引领他们归向回来你的圣殿，让你的爱来持续的充满着他。也因为疫情受影响经济收入工作的兄弟姐妹们，求你赐下智慧能力，让他度过一切的困境跟难关。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再来，我们为了教会的长职、团契首长、牧区区长、小组同工及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来保守我们所有团契首长有火热的心志，而且不会遭受一些危难的攻击，有渴慕的灵持续与圣灵同在。也求你属天的智慧跟能力，让我们所有的服事同工满有恩膏，大有果效，充满我们宣扬在我们整个教会的意象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同声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大有能力，让我们领受种种的困境。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主啊，你必大大的祝福我们，引导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让我们在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中成为神的肢体。感谢你为富强教会预备了一群愿意委身、谦卑顺服的长子同工、团队首长、牧区团契组长们，会众一同为着荣耀你的名来殷勤做工。求主赐恩赐福，兼顾教会的长子同工、团队首长、牧区区长、小组长们都能成为牧者的好帮手，与牧者有美好的配搭，有智慧能力来带领所属的团队，同心合意与牧者传道，共同服侍教会，彰显神荣耀的作为，全心全力来服侍神，按着神的心意完成圣工。而我们的天父，求你带领富强教会的每位会友都能在小组牧区得到造就与装备，成为神你所喜悦的人，让每位会友身心灵都得饱足，凡事兴盛，身体健壮，让富强教会借着小组的功能发挥，而成为一个传扬福音、荣神益人的教会，更是一个健康传福音的教会，让富强教会成为这社区的亮光，成为这城市的帮助，成为台湾的祝福，也让富强教会成为一间满足神心意的教会。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祈求，阿们。我们一起再唱，愿你与我同在。愿你与我同在，做我侍卫的盾牌，保护我免
敬拜，做你得胜的器皿，心中充满主爱。最后，今天我们为今天的主日的礼拜的整个程序、夏牧师的讲道来祷告，恳求主你圣神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的身上，保守带领今日的主日礼拜从头到尾，主的恩典满满，及圣神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请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谢谢赞美赞美你，父神圣灵的充满，求你你不断的恩高圣水在你面前，我们进入恩高释放我们的灵造里面。保守我我求你来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主啊来依靠，在我们的软弱心里不堪时，你可以时时的扶持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你是大有恩高的主，你是有能力的主。是的，最后我们要主啊，哈利路亚！我们知道你在这里，这里是圣洁之地。今天是你的日子，主，我们要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因此我们要把今天的主日交在你的手中。主，愿我们所服侍的蒙你悦纳，我们要把夏牧师交在你手里。主，求你赐给他属天的智慧。主啊，你使用他的口，叫他把你的话语活泼又有能力的话语宣扬出来，我让在当中心灵被刺伤的主，求你来医治；软弱的主，你来刚强。主，我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更呼求圣灵在这个聚会中来掌权。主啊，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在当中，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主你是何等尊贵的主。我们在这里要带着敬畏的灵，我们来到这里来朝见你，因此求圣灵自己进到每个弟兄姐妹的里面，使我们有警醒的灵，把我们那个实心拿开，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把那昏睡的灵挪掉。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今天你在这一个聚会里面来得着荣耀，你配得当得的荣耀。主，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让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主，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是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阿们。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
我的力量，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此，我要献上敬拜在你的面前。无论遭遇何事，我们要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主温柔的生命，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你用光照向我，包围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要不要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小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到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到我之处，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到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赐下平安喜乐，赐下恩典在我们每一位受召的百姓上面。主啊，这里是我们受召之处，是呼召我们委身成为你的门徒。在这里我们要欢声歌唱，我们要敬拜赞美，我们在你面前俯伏，让您的恩典透过我们来分享给更多的人。主，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连续假日当中仍然持守安息日，在你面前一起同心敬拜。愿今天的聚会，弟兄姐妹每一位都蒙神的恩膏祝福，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赐给我们力量，也赐给我们信心。愿神亲自掌管这个聚会，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一起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语。今天的圣经节是记载在两处：诗篇55篇22节，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由我来读。诗篇55篇22节，把重担卸给上主，他一定扶持你，他绝不让义人失败。马太福音11章28节，来吧，所有劳苦背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29节，你们要负起我的轭，跟我学，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安息。30节，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圣经读到此。接下来我们请提摩太牧区来献诗，他们所要献的诗是充满在这里。他所要传讲的讯息是除劳苦卸重担的主。
们拍手来赞美主，也为我们的平王太牧区来鼓励哈，他们已经睽违许久了哈，能够重新再出江湖哈，希望你们越唱越热情哈，每一次都自愿要来唱诗歌哈，这样会看到年轻人哈，感觉非常有盼望哈。我们这个今天的乐团呢是蛮大团的，我们也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来，感谢主。年轻人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展现他们服事主的恩典，而且他们很多恩赐能够发挥出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连续假日了哈。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平常很忙碌哈，就借这个我们的假日连续假日就外出旅游。但是我今天也看到很多应该是从北部回来的年轻人哈，还有我们外地回来的好像互相交流一样哈。那我们在分享主话之前，有一两件事情来做一个提醒哈。今天我们在讲道完唱回应诗的时候，就是要举行一个医治的祷告。我们觉得在礼拜堂，特别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神的医治大能会展现。所以呢等一下如果有心灵上需要扶持代祷的，有病痛需要代祷的，请预备心哈。牧师会邀请大家到前面来。那我们也请在座的长老，还有我们的代祷团的团队哈，你就是神所膏抹的，你有医治的权柄，我们就为他们做医治的祷告哈。那第二个分享就是本来下个礼拜天呢，我们有安排了一个我们原住民，我们教会总会有一个原住民委员会，他们的宣教事工哈。那有一位特别的来宾要来他叫做蔡成功牧师，是在新竹后山的尖石乡的司马库斯教会应该是叫他原住民的名叫亚洛牧师了哈，已经安排好了，本来下个礼拜天要来。那没想到前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对不起夏牧师，我要跟你这个调整时间了。原来是因为我们上礼拜寒流来，对不对哈？那在新闻有报道，就在花莲的地方有一位派出所的所长副所长突然间没有看到来上班，大家很紧张去找，原来他已经50出头而已哈，就心因性休克，那就过世了这位就是这个蔡成功牧师的弟弟，所以他觉得很伤心哈，觉得心中很不舍，他也很年轻了哈所以他等于下个礼拜，应该是下个礼拜6吧，要赶回花莲去为他的弟弟举行丧礼，所以只好呢这个把时间延后，因为牧师曾经在讲道当中分享这个司马库斯教会很特殊的教会它叫做上帝的部落，而且在山上呢，现在很多人抢着要上山看樱花，哇！现在票长得多漂亮，但是它限制几辆车可以进去，因为太夯了哈。那没想到一个原来没有人迹罕至的一个最偏远的黑色部落，上帝翻转了这个部落，而且现在你要去订民宿要3个月以前特别是在旺季的时候，你看半年前就要订了哈。那神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多美好的事工。那这位蔡成功牧师呢，他的师母就是这一间教会当初的创始者之一他的阿公牧会的地方他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原住民的师母那我们期待赶快再调一下时间，到3月底或4月有没有机会他能够再来，那将他们的见证分享给大家那因为这样，牧师突然间看见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觉得内容有比较多一点，所以我想要把它拆开成2段一个是下个礼拜再分享。那这个主题叫做除劳苦卸重担的主。今天我主要是要讲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诗篇55篇的22节。那它只有一节，其实我是一个引言这个引言是什么呢？它22节只讲了一段话，说把重担卸给上主，他一定扶持你，他绝不让义人失败。好了，到底什么重担要卸给主？
而且他说他一定扶持你。义人，他自认是一个行事公正、在神面前看为义人的，他确定不会失败。这是我们所领受这样的祝福。那其实我们今天是要读整篇的诗篇就是55篇那我们是从这一篇诗篇看到人性的一个脆弱，人性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说，罪是人劳苦与重担的根源。人类如果那一些罪都除掉了，大概这一种背叛、这一种罪跟劳苦，重担就不会发生。那所以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其实这一段话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头，就是一句话：想不到却是你，想不到是你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55篇的情境，是因为诗人呢，他被他的知己，被他亲密的朋友出卖。各位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这个通常是在历史故事或是历史的这个场景要不然就是戏剧。但是我们其实在生活中也常常会遇见这件锥心痛苦的事，就是被自己的亲密朋友出卖。那我们可以总归一句话是：罪是人这个罪人的这个世上的罪是人的劳苦跟重担的根源。那我们要分段，刚刚只读了22节嘛我们要分段来讲，到底这一个诗篇的主人作者他到底是怎么样描述他的苦痛。那我们要学习诗人他怎么样坚信上帝，得到真正把这个劳苦的重担卸下来。第1节到第5节是在描述这个受出卖的人祈祷上帝，他说：“请不要躲开不理我的祈求，求你垂听我，回答我。”换句话说，他觉得很失落，完全没有能力了，力量都没了，赶快求这位上帝不要躲开，要垂听。什么事情让他这么样的急迫呢？我们看这个诗篇的经文是这样写的：上帝啊，求你垂听我祷告，不要躲开不理我的祈求。求你垂听我，回答我，我因焦虑而疲乏不堪。人焦虑就产生疲累，睡不着嘛。焦虑就是忧愁嘛，常常心中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嘛。在这种情境之下，他祈求上帝不要不理他，不要不理会他的祈求。什么事呢？他说：仇敌的恐吓，恶人的逼迫，使我烦乱不已。他们把灾难加给我，他们向我发怒，憎恨我。原来他心中愁闷、烦忧、疲乏不堪，就是第3节所说的。我的仇敌呢，他不止恐吓，而且逼迫，让我心中烦乱，而且把灾难加给我。那诗人大概这个情境，应该不只是诗人的个人的事，而是他整个国家，或是他所带领的一个团队人民，被他最亲密的朋友背叛了。所以这样的困境让他心中很烦乱。我心充满痛苦，死亡的恐怖击碎了我，甚至连死亡的威胁都来了，所以心中充满痛苦。他说：惊惶战栗抓住了我，恐怖笼罩着我。大概我们可以从一些电影或是一些戏剧的场景，看见这一种在危急氛围当中，他怎么样的心中的痛苦。这是第1节到第5节，诗人描述他跟上帝诉求他自己的软弱，他自己所遇到的悲痛，他烦乱睡不着，非常的疲惫。诗人呢，他有这样的期待，在这种困窘当中，他这种受束缚当中，他就期待他自己能够像鸽子一样
我们知道鸽子它可以飞翔，它说能够飞到找到栖息的地方，赶快为自己找到避难所。当人遇见很大的窘迫，或是遇到苦难的时候，你都很希望到一个地方能够安静下来啊，没有危险的啊，不受威胁的，也不会看见这些敌人的。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假期比较稳定一些，稳定一点，都是周休2日嘛那像遇到刚刚春节假期才过，这一次又遇到了我们的228年假呢，很多人就很喜欢脱离原来的熟悉的场景，那个残累的心能够到一个野外去到郊外去。所以刚刚我提到像司马库斯这个地方，很多人抢着要去，因为那边要走到那个这个巨木的这种步道摘满了这些樱花都开出来，感觉上就可以释放自己的心情那这个诗人他也一样，他希望能够飞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飞到一个避难所。经文怎么说呢？他说：“我切望有翅膀，像鸽子一样，能够飞去寻找栖息的地方。我要飞到遥远的地方，投宿在荒野间，远远的离开，不要再被这样的困扰、这样的伤痛打击我。”第8节说：“我要赶快为自己找避难所，好躲避狂风暴雨。”是的，很多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一个人没有说那种无厘头的一直在冲撞，他因为想要躲避一下，但是躲避不是逃避，他是想要安静下来，重新思考，重新再起的力量，找到一个新的力量，所以他要像鸽子一样飞到远方，然后在那边安静。人如果不休息，然后一直在遇到困难的事情来说，紧急或是繁忙的去处理，有时候越处理越糟。那这个是诗人的情境。好，9到14节是讲到了他讲到的他受痛苦的来源，他为什么会那么痛苦？9到14节，作者发现出卖他的人是谁呢？想不到却是你，想不到是你，我的同伴，我的知己，亲密的朋友。而且更讽刺的是，他们曾经在一起在圣殿敬拜神。换句就说，彼此唱哈利路亚，彼此祷告阿门，但是竟然是出卖了他最亲密的朋友。你会发现说，这样人对人性的失望，产生了一种焦虑、哀伤，甚至痛苦、绝望。那是这个诗人当时的情境，所以他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控诉说：“主啊，求你变乱敌人的口音。我看见城里有暴动骚乱，他们日夜在城墙上巡行，到处充满着罪恶灾难，到处有破坏，街上全是欺压和诡诈。”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原来诗人他是一个领导者。他所统治的城市被敌人所霸占了，他在城墙上施落那些压迫、诡诈，还有许多的破坏。我想，一个领导者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多么大的伤害。我们常常会喜欢看那《三国志》《三国演义》那些互相攻打的情况，有时候这些场景我们就会看见。所以这个诗人他是怎么样？他好像觉得有2个层次啦。人遇见困难挑战，或是敌人攻打那个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就是承受下来就好了。但没想到他遇到的敌人不是这样的敌人，这敌人是让他深深相信、深深这一个信任的人。所以他12节这样说：“若是仇敌作弄我，我还能够忍受；若是对头向我夸口，我还可以躲避。”对不对？反正我已经铁了心了，知道说你就是要对付我，我要勇敢来对抗嘛所以这种挑战有时候我们还能够承受，因为知道这个可能就必经的啦。但是他感到最大的绝望是这里第13节，想不到却是你，是谁呢？我的同伴，我的知己，亲密的朋友。他说，我们彼此有过亲密的交谈，我们曾一起到圣殿敬拜过。各位弟兄姐妹，
你能不能想象这种场景？你所最信任的人，他出卖你了；你所最倚靠的人，他竟然把你的所有的股份，把你的所有的业绩都抢去了。其实这种伤痛，我们有时候从小就会碰到。可能你最好的同学跑去老师那边告密，说你偷看考试偷看。很多事情就是从这一种彼此的出卖，甚至我们知道罪，既然是罪，有可能我们自己也不小心让好朋友遇到苦难。那这个才是我们人世间所遇到最伤痛的事情，特别是最亲密的朋友。所以历史上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场景，都在描述这种锥心之痛了哈，锥心之痛。我们知道，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写了很多非常就是反正就经典的戏剧了，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改编，很多人在演出，甚至那些经典的戏剧还在戏院来演出哈。其中有一个悲剧叫做《凯撒大帝》，他描述什么呢？描述说，当时领导整个罗马帝国兴起，哇，如日中天的一个凯撒这个帝王，他们原先是一个所谓的共和制的哈，元老大家一起把这个国家撑起来，但是他最后竟然因为这太过醒目了，太过耀眼了，竟然被他最亲密的一群元老，就亲密的战友来刺杀。那莎士比亚把它写得非常非常的让人家心中很大的触动，因为这个戏剧是悲剧。那他的戏剧的高潮在哪边呢？是因为在最后，凯撒大帝最后被他曾经被他赦过罪，最亲信的一个叫布鲁塔斯刺上最后一剑。换句话说，他可能已经挣扎抵抗，已经伤痕累累，准备要冲出去的时候，或是怎么样能够逃生嘛，对不对？那个戏剧的场景是这样子啊，但是他最后发现，他最信任的一个人布鲁塔斯拿出剑来要刺杀他最后一刀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力气尽失了，他对人性产生了一种完全的绝望。所以莎士比亚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写了凯撒临死前的一句话，他说：“你也是吗？布鲁塔斯，你也是吗？你就也是其中的一个吗？”他整个的那个信任或是他的力气都消失掉了所以这个戏剧才一直在会被演出或是改编成电影那这一位伟大的君王凯撒大帝，在耶稣的时代也都是这个帝国统治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在跟这些挑战他的人讲说这个钱要奉献给凯撒还是奉献给教会，对不对会堂？他说：“你们看这个头像是什么？这是凯撒的头像。”那当时最如日中天的时候，罗马帝国呢，等于它地中海变成它的内海，整个地中海沿岸的都是他统治的，真是不可一世。有些历史学家在研究说，在历史上出过真正的所谓帝国所谓的帝国呢，其中一个最大的就是元朝，成吉思汗所统治的这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那第二个大帝国就是罗马帝国就真正称为帝国的，你看，可见这位凯撒对这一个当时的罗马帝国多么大的贡献，但是他最后竟然是死在自己亲信之下。他不知道征伐过多少国家，多少的那个敌人的军队，他竟然是失败在自己的亲人之下。有人在历史上有典故说，这个布鲁塔斯其实是他的私生子竟然以后长大成为杀他的杀父的仇人这样子。那这个是历史上一种图画，在描述凯撒被杀的情境。那这张画是在描述这个布鲁塔斯
心中充满了焦虑愁烦，因为好像这个凯撒大帝的鬼魂呢，在控诉他，说你杀死了你最亲的爱你的人，你怎么过你的日子这样子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看见许许多多在这个历史上的情境，但是大大小小这种失去信任、被背叛的那种心境，今天这个诗人就在描述这一段的话里面。我们知道有一点卡住了，对不起。我们知道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最让人家看见一种对人性的一种很大的挑战。其中一个也是在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被他所最亲近的人，就是犹大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犹大是担任他们这个团队这个门徒团队的一个财务部长、会计人员。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你公司或是你在一个单位里面能够担任会计的，要么就是他的专长很好，要不然就是他是最受信任的。但是耶稣竟然是被他最信任的一个门徒所来出卖。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的时候说：“主啊，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觉得他心中的想象应该包括了这一位出卖他的门徒犹大。我们都知道这个主日我们叫做公益和平主日其实我们在纪念75年前曾经发生过在台湾我们这块土地所遇到了一种悲惨的事件228。那我们都知道当时是一种威权的环境里面，以及后来的我们所谓的一个白色恐怖的时代，其实我们在这块土地的人民都深受其害。不只是我们所谓的本省人，其实包括很多外省人都遇到很大的伤害，因为那个是一种人性的一个挣扎，出卖朋友、出卖自己的同事的这种事情，借由这个威权很多冤狱就这样产生了。我们都知道现在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自由的时代，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处理委员会啦，或是平反委员会都把这些曾经遇到的这个冤案都把它恢复了嘛。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台湾现在还在医治，经过75年还在医治当中。那在几十年前也曾经发生一件在我们台南的故事，让人家非常的不舍跟伤痛。去年呢，我们台南女中有一群年轻的学生他们制作了一个绘本，而且用台语文的、用台湾话的写的，还有图画，叫做“树仔脚的自由梦”树仔脚的自由梦。他们为什么要画这一本呢？因为是他们要纪念一个学姐，在民国40几年的时候，因为白色恐怖受难的校友，叫做丁窈窕，我不知道在座我们都在台南住了那么久，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丁窈窕的故事听起来是非常悲凄，让人家觉得这个时代生在错误的时代，遇到那么大的苦难，实在是让人家很唏嘘简单的讲，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这些台南女中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之下，他们运用他们自己的艺术画出这些图画，是要描述几十年前因为平白无故牺牲的一位学姐，她当时在台南女中或是所谓的高女日本时代的高女，在那边快乐生活那种影像，她要把它记录下来。那另外一个图画现在在台南女中，也许有些是他的校友台南女中的操场旁边有一棵叫金龟树金龟树这棵金龟树在7年前曾经台风把它吹倒了。当人家发现说，哇，这棵树不是普通的树，就是当时在纪念这位校友，就是丁窈窕的时候，
哇，很多单位都出动了哈，那些专家植树的专家把它那些废枝去掉，重新又把它摘起来，那些根哈有一些脏的东西会被虫蛀到了，重新再把它恢复起来，那就是这一棵人家把它称作丁窈窕树或是人权树哈。那这个故事让人家感到非常哀戚的是，这位叫做丁窈窕的年轻人呢，当时这个是高中时代的照片哈。那事情是怎么发生？其实是一般年轻的男女，一个对人生充满了期待，因为他从高女，就是我们说台南女中毕业，就是一个当时是很高的学历哈，那能够找到一个工作，就是在台南的邮局，在那边工作，看起来人生充满了期待，而且他还找到一个对象，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当时就开始，因为在那种很肃杀的年代，大家都很小心。他所认识的这位对象哇，很喜欢参与那个什么民主运动他觉得说哇，这个不得了。他如果跟他结婚，也许会牵累到他所以他有一点类似被迫就把这个婚姻停止掉。然后呢，苦难还是没有离开他，因为他的同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叫做施水环。施水环，你看到当时50年前的照片应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处理看到非常清秀的一位女生。有时候我们发现说，哎，原来漂亮的女生也会遇到苦难。故事是由这个施水环所引起的，因为他们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个同事对他这个施水环非常的爱慕，就展开了追求了。那没想到。他的好朋友就是这位丁窈窕，想说这个男生我觉得不可靠，换句话说，好像有看出他的一些背景不好，或是他的脾气，或是他的行为属性不好，所以就悄悄的跟这位施水环说：“我建议你不要跟他交往。”我知道我们的很多朋友、同学，或是我们的闺蜜当中，这种事情很普遍，对不对？就是我看到这个人大概不行不要跟他交往，那只是一个劝告而已。没想到被这一位也追求他的人知道了。我们知道说人的恨跟罪就是这样产生，爱也爱不到，由爱生恨，他就气了这位丁窈窕说：“你干嘛破坏我的好事啊？”因为当时那种肃杀的环境毁谍就在你身边他就开始写告密信，说这个人怪怪的赶快去告密，而且寄了5、6封了，还被那同事把他截下来了。他以为这样截下来没事嘛，反正没有告到上面去了。那问题更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又被这位追求者发现说原来信把他截下来了，他的同事截下来，那一定是有一个集团专门在做破坏的政府的动作。哇，一牵连就变成当时很出名的一个台南的邮局台南邮电支局的案，就是一个白色恐怖的案，完全子虚乌有的事情，那就被编列成说一个团队在这边要准备破坏政府，那全部都被抓了。那这位丁窈窕、这位施水环也都被抓去了。当他被抓的时候，这个丁窈窕她是一个已经怀孕了，她另外结婚了，怀孕了，本来是人生才要开始的。就被抓到台北去，在关押的当中，他竟然碰见了当初他悔婚的那位以前的男朋友，他也被抓，因为他本来就是在追求民主嘛，被抓去了，那怎么办？他原先要避免的事情还是避免不了，但是他知道他这个罪是很严重的。大概走不出去了，他就偷偷在放风的时候，在监狱放风的时候，偷偷告诉他说：“你明天有空去那个广场的树下，我放了一个东西，你有空给它拿起来。”因为这位朋友他没有牵涉到那种严重的案，只是被抓去关几年而已。原来这位朋友去到那个树下看到的。就是一个
我们平常人家在抽烟的烟盒里面塞了一张他的绝笔书，这位丁窈窕的绝笔书，然后呢，里面剪了一撮头发放在里面，等于是他的遗物啊。那这位好朋友真的是很尽忠了，他就偷偷把它藏下来，因为他还在里面关啊，关到好几年了才出来。没想到过几年，这位丁窈窕就真的被送上刑场，被枪毙。那个时候他在狱中生出来的孩子已经长大会讲话了。在狱中，他对那些要抓他的人，这些小朋友，他说：“我妈妈不是坏人，不要枪毙她。”但是这个期待还是没有办法完成。好，那这个以前这种刑事案件哦，就多到不得了，人家也就忘记这件事情了。不过事情还有续集，是因为他这位朋友拿到这一撮头发的时候，他曾经听到这个丁窈窕，他说：“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高中那个时代，在女高校那个时代啊，快乐自由的梦想充满了期待。”所以呢，这位他好朋友竟然有一天他想到说，那是不是我把他的头发埋到台南女中的一棵金龟树下，就把它偷偷埋起来。偷偷埋起来，因为既然是偷偷埋的，也不能太公开讲啊。是后来最近这几年慢慢，我们说啊，民主时代啦，大家很公开可以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人家才知道说，这位学姐她的头发等于是衣冠冢的意思，栽在这个金龟树下。那没想到几年前，因为倒下来了，才更加让人家觉得纪念哈。那原先呢，这些事情感觉上好像就是很多案件当中的一件，不过我们可以看见说，人的罪因为爱产生恨，竟然对最亲密的朋友告密，然后让人家家破人亡，这是我们所看到最难过、最伤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经过几十年后，台南女中的这些学妹，为了纪念这位学姐，就把她的故事画成一个绘本《树仔脚的自由梦》来纪念她。那无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故事其实还包括中国大陆的故事，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讲了都类似的故事。我们要做一个结尾是说，在15到18节，这位作者诗篇的作者，他遇到这样的苦难，最亲密的朋友背叛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作为了？一方面诉苦，他说他向上帝控诉敌人的邪恶，并寻求他帮助跟保护。所以这段经文怎么说呢？他就说：愿死亡突然临到我的仇敌，愿他们活活坠入阴间，因为他们的家他们的内心充满了邪恶，有一点类似在诅咒这位邪恶者。但是我要向上帝求帮助，他一定会帮助我。一方面看到这个迫害他的人心中很仇恨，但是他知道说这种仇恨是永远没完没了，他就回头求上帝赐给他帮助他，因为他上帝一定会拯救。所以他说，无论早晨、中午、晚上，我要向他悲叹申诉，他一定会垂听。我在战斗中面临大敌，他要带领我从战场上平安归来。遇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他知道唯有回归到上帝面前。我们在过去一些我们所做的这个威权时代所遇到这些苦难，我们常会做一个追思礼拜，是这样子，是要学会饶恕，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苦难，让我们知道以后我们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是能够避免这些灾难重新在我们当中发生。所以19到23节就是诗人他做一个结论，他说他确信上帝的大能帮助他，并且有把握怎么样？他说把重担卸给上主，他一定扶持你，他绝不让义人失败。他知道说他没有做错什么，是他的亲密的朋友背叛了他，所以他知道他是被上帝所扶持的，他不会失败。这最后一段经文这样写，他说：“从太古掌权的上帝一定会听我，挫败他们，因为他们不肯改变，不敬畏上帝。我从前的同伴攻击他的朋友，
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他的嘴唇比奶油还要滑，心里却充满仇恨。他的言语比油还要柔润，其实正像一把出鞘的剑，笑里藏刀，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很精确地描述出敌人那种邪恶的嘴脸哈。所以他知道这样诉求之后，把心中的苦闷吐出来之后，他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要把重担卸给上主。你遇到什么样的重担吗？什么样的重担？被背叛的重担，或是对人性失望的重担，或是很多人生在你的同事当中，在你的工作朋友当中，你的亲友当中，常常有这样的让你心中痛苦的事。记得，那个控诉只是一时让你怒火在中烧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把重担卸给上主。他说他一定会扶持你，绝不让义人失败。然后他有一种交托哈，用把这个罪人交托给神。他说：“上帝啊，你要把凶徒推入死坑，你要使骗子夭折。至于我一心要信靠。”就是这一种，一方面悔恨或是一种仇恨的感觉，但是又知道说这样的咒骂是没有用的。它是一种期待，求神亲自给他得到真正的信心跟平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很多人遇见不同样的挑战。你是不是遇到很多原来信任的人背叛了你，或是你觉得可以可靠的人，竟然是最后让你最感到难过的人？记得这位诗人他最后所说的话，他说要把重担卸给上主，他一定要扶持你，他绝不让义人来失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这边得到真正的心灵属灵的力量，神的同在，让我们有力量重新再起。各位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回应诗，顺便也同时要做医治的祷告。有一首诗歌，我们要请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而且我们的代祷团队、我们的长老，还有我们小组鼓励要受医治祷告的弟兄姐妹，那开始要走到前面来，我们要一起来站起来唱这首诗歌《医治恩典》。我们是不是弟兄姐妹一起都站起来？我们一起带领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到前面来，要按手祷告的到前面来，一起唱，一起唱，然后要被服侍祷告的到前面来。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一起唱，开口来唱。承认我们的罪，恳求你怜悯赐恩典，医治恩典再来触摸我们。一起来唱。释放我的自由。我们请服侍者到前面来，长老还有代祷团队我们的代祷团队小组长小组长到前面来做按手的祷告。领受你爱，领受你慈恩典。副歌再唱一次。释放我的自由。会众会唱的一起来唱。求你洗净我重罪，领受你爱，领受你慈恩典。我们音乐继续，我们请同工因为人同工比较少，我们一起要为大家的做服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仍然站着，用你的右手举起，做祝福守望的祷告。我们开始为我们在场的没关系，不用举没关系，是后面的弟兄姐妹开始我们请同工来做服事按手服事的祷告，服事的祷告。我们继续唱诗歌，继续短歌来继续。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是你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请长老、执事，长老跟执事，还有我们的小组长都一起来做服事。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
小组长也一起来服侍，按手的祷告，感谢赞美主。当你被服侍完，可以退后一步，让我们同工可以知道谁还没服侍到。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身心灵有遇到障碍病痛的弟兄姐妹，能够得神的扶持跟医治。感谢主，感谢赞美主。领受你的，领受你自由的，释放我的自由，让我寻求你，世界我中罪，领受你的。领受你自由的，领受你的，领受你自由的，释放我的自由，让我寻求。还没完成的继续，我们再唱一次，来，一起来唱，来。领受你的，领受你之恩典。还没被按手到服侍的可以举手，那我们可以帮你哈。我们再唱一首副歌好不好？再唱一首副歌，来。释放我的自由，让我寻求你，洗净我中罪，领受你爱，领受你之恩典。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祝福的祷告。我们来做祝福祷告。我们请在前面的弟兄姐妹，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牧师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现在父神，这群弟兄姐妹怀抱着信心在我们面前，我们确信，就如主耶稣所说的，你只要有信心，上帝的医治必要临到你。感谢主，不是人的能力，是因为我们心中渴望圣灵亲自动工。主啊，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他身体上的病痛，无论是心灵的病痛，或是肉体的病痛，无论是头部脑神经的病痛，我们五脏六腑的病痛，我们关节的病痛，脊椎骨的病痛，以及我们许多慢性的疾病、循环的疾病，神啊，求你赐下你的医治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看见经历了神的医治的平安、喜乐跟健康。上帝啊，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确信你的医治要在当中呈现，所以我们就勇敢到你面前，我们彼此按手，彼此服侍，因为要见证神美好的恩典。愿主的恩典、医治、释放、平安赏赐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有的弟兄姐妹也许站在自己的座位，也求神赐下你的医治、喜乐、恩典赐福在他们身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用拍手来感谢主，谢谢。我们弟兄姐妹请回座，愿你继续祷告，求神继续医治临到你，请坐。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金句，请看周报最后面。我们一起来读，请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投靠你欢心。诗篇篇11节。这时候，让我们来一起看周报。下周是由夏牧师主理，诗会是吕淑文执事。其他服事同工与奉献和聚会的讯息，请自己来参阅。这时候我们来看肢体交通。首先我们来看本会消息，我们的第2点，本日是228公益和平主日，总会在各地举办纪念活动。那我们看第2点的，台南中会教社部举办228纪念演讲会。那今天下午2点半会在台南神学院颂音堂举行纪念228台湾向前走演讲会，并且在会中追思228事件中殉难的台湾前辈。那我们再来看第3点，代祷服事团队的消息。第1点，今年大斋节受难日前40天连锁禁食祷告是在3月7号到4月15。那诚挚邀请所有富强人一起参与。那参加者请到教会公布栏来登记。那请各会友也安静心，在这期间来以灵修、认罪悔改，来寻求灵命的更新。那我们看第4点，代祷服事团队会在3月20日下午2点于3楼副堂举行中保代祷同工分享会，欢迎新旧同工参加，彼此认识，分享服事的美好与甘甜。接下来我们看第4点，小会的报告。第3小点，本会定期的会员和会手册报告书目前还有剩余，欢迎上礼拜主日没办法来参加的会员及兄姐至招待桌来索取。接下来请大家看到第11点，其他消息的报告。我们看第2点，本会的爱心午餐及心灵转角咖啡书房定在下主日3月6号恢复供餐，届时欢迎兄姐多多来使用。第3小点，本年度第1次的洗礼时间是在4月17复活节的主日。那有心要接受洗礼的兄姐，可开始向办公室或小组长来报名。那我们看牧区团契的消息。我们看第3点，提摩太牧区的报告。他们牧区的聚会时间是每周6晚间7点到9点半。那特别诚挚邀请国中至大学的学生来参与。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关怀代祷的事项。第1点，台湾内政及外交成长守望的祈祷，尤其让我们特别来关注第3点，国际情势的代祷。我们知道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的冲突，然后我们也知道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的影响跟国际疫情的慢慢的恢复平稳。那请我们众会友能够持续关心守望来代祷。那接下来我们请夏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我来做介绍，叫做周玉慧姐妹。玉慧姐妹在哪边？在楼上，来欢迎，拍手欢迎她，欢迎她从新北市来的就是我们嘉怡姐妹的姐姐嘉怡姐妹的姐姐我们南部比较温暖，对不对？在北部听说好几个月都没有出太阳了谢谢你，欢迎你来，请坐。
牧师再做几点强调跟补充啦。刚刚我们君执事有做报告，就是有关我们这个40天祷告40天祷告的禁食祷告的部分那我们的代祷团队很用心他们编制了一个40天的一个代祷的事项，就是用1个礼拜为单元从礼拜天的第1餐、3餐的代祷那很详细的一个代祷事项，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参与在里面，只要1餐也可以或是说有人是固定每一个早上他都禁食要祷告。这个祷告禁食不是一个仪式或是一个活动，而是因为我们迫切需要神的帮助。那除了这个内容以外，我们当然重点是为了要我们台湾能够尽速早日走出这个疫情的阴霾捆绑，还有我们为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事工、每一个单位、每一个这个领导者来代祷期待你能够加入即使1餐也可以你就挑其中的1餐，然后用几分钟的时间一起来做祷告。我们从3月7号就要开始了，所以还有1个多礼拜的时间的预备请大家有热情参与的，可以到楼下的这个表来签名要来参与这样子那另外第2个就是有关我们的那个门徒学校现在改成礼拜天第1堂礼拜的时间那我们硕宏长老带领这个团队呢，大概有10几课，因为你只要提早1个多小时来参加了那个课程，然后第2堂礼拜就可以来参加第2堂礼拜，你不用再多跑1趟，或是本来是礼拜3我们下班赶来，有时候连饭都没来得及吃感觉上上课的品质会受影响。那我们现在改成礼拜天，我期待你如果还没有接受这个基本的门徒训练的课程的，勇敢的加入，因为里面有各种不同对真理的认识对信仰的理解，对教会的理解就是经过这些课程能够帮助你、装备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期待大家能够继续加入另外还有一个点也是要再提醒，就是说我们教会呢现在因为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需要用到影片，需要用到投影片 PPT 的机会很多，但是我们教会的干事就1、2、3个实在是应付不过来。我们在征召，我们在做有年轻一辈的制作影片很有心得的你能够跟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影音团队队长我们的泽荣执事来报名他不是说天天都要每一个礼拜都要做了，如果人多的话他才会分配嘛分配说这一次这一个PPT 请你帮忙制作可以你把你的恩赐年轻人的恩赐发挥出来现在家里都有电脑可以帮忙制作，让它回传过来就可以了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同伴能够加入，能够参与在这个事工里面还有另外也是要做提醒的，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还有周末讲堂的第二讲，就是谢温和主任主讲的这一个修复关系家庭婚姻与家庭修复关系期待我们上个礼拜有参加的，还有包括新的朋友都可以加入在下个礼拜结束就是我们午餐之后1点半，那我们下个礼拜刚好有恢复了嘛，恢复午餐我们可以吃完午餐再留下来，这是很棒的一个研习的机会。但我们的教育团队也很用心在准备期待更多人的响应那我们这个课程会更热烈，那我们更多的讲师能够来帮助我们牧师的报告就到这边，谢谢。颂荣，我们一起起立来吟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吟诗后，我们请夏牧师来祝祷。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带领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做默祷来避会。今日第二堂主日礼拜到此结束，请大家互相请安交谊，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